電影《尋秦記》喺港澳票房已經突破6600萬港元。古天樂日前參加慰勞宴表示，如果票房衝破1億，就有機會推出加長版本。佢透露，加長版將會多20分鐘嘅內容，會考慮加入更多家庭戲份同埋陶總管歐瑞偉嘅戲份。最近網上流傳一份演員片酬表引起熱議，其中內地演員白百何以1500萬人民幣嘅天價片酬居冠，遠高於其他演員，甚至比男主角林峰高8倍。古天樂就傳出係零片酬演出，佢嘅收益會同票房分紅掛鈎。對於網上流傳嘅片酬表，古天樂以商業機密為由表示唔方便透露。而喺《尋秦記》飾演倩柔嘅滕麗明親自回應，話網上嘅片酬數字唔係事實，仲讚古天樂好慷慨，暗示實際片酬比傳聞高，認為大家睇少咗古老闆。郭羨妮都表示古天樂出手大方，對片酬好滿意。滕麗明仲透露呢次收到片酬嘅速度真係前所未有，拍完即出，我人未走，銀行戶口已經有錢。林峰喺宣傳活動中被問到200萬片酬，佢反問記者：你信？仲暗示實際數字唔止。古天樂表示每部電影嘅製作都好艱難，所有演員都有付出，希望票房有回報，令影壇氣氛更好。